受苦者面前，無聲勝有聲。撞板信仰被開跌。香港剛剛經歷大埔宏福苑火災的巨大苦難，死傷無數，悲痛欲絕，災民流離失所，甚至有跡象顯示全個香港都可能出現集體創傷。大眾已經及正在做支援災民的不同工作，個別基督徒和教會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參與。在基督徒信仰的框框中，我們認定神是所有問題的答案和拯救，這個信仰的認知對信徒來說是可以的。但是基督徒不是神，我們沒有能力解答世上一切苦罪的原謎。在災民面前，此時無聲勝有聲，不知道並不是愚昧，而可以是有智慧有愛心的表現。保羅教導羅馬教會要與哀哭的人同哭，不要志氣高大。羅馬書12章15、16節。受苦者正飽受精神、情緒、身體上的創傷及壓力，此時在身邊的人都只可以是同行者，不是拯救者，只是願意扶他們一把的人而已。聖經中的約伯，當他遇到傾家蕩產、家破人亡、百病纏身的苦難後，即使去到最後，神也沒有向他解釋苦難的來源及原因，只引導他能否在不知道中相信神。反而約伯3位朋友一口咬定約伯受苦是有可知的原因，引起約伯反感之外，也被神責備為有罪。約伯記42章7至8節。耶穌時代，比拉多當時害死一些加利利人，以及在耶路撒冷的西羅亞樓意外倒塌壓死很多人後，耶穌身邊的人門徒隱晦地詢問是什麼原因時，他給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教導，就是基督徒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滅亡。路加福音13章1至5節。他沒有提供那些人為何受苦的原因，但是他提出屬神的人需要因此而要有覺悟，災難面前看看自己有沒有還未對付、還未悔改的罪。那些災難是對基督徒，不是未信者，不是災民，一個已經敲響的警鐘。若不悔改，將來我們都要在審判後滅亡。憑良心環顧現在香港教會內4周的屬靈實況，主的提醒豈不正是指向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嗎？求神憐憫你和我。